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6月2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创世纪25章12节到18节，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危难甲祝福。真侪人咧读创世纪有关以实玛利的故事的时阵，总是会安尼想要徛伫安尼公义来替以实玛利讲话啦也是讲咱讲打抱不平安尼这拢是对人的角度咧看上帝的应允嘛，因为安尼的有限的角度，互读者只有看到上帝无爱互以实玛利成做选民的后代，但是却无看到上帝互以实玛利的祝福。创世纪25章12节到18节记载着以实玛利的后代啦下面是亚伯拉罕的囝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是撒拉的女婢埃及人夏甲甲亚伯拉罕所生的囝。以实玛利这个囝照因出世的顺序写伫下面。以实玛利的大囝尼拜，阁有基达、阿德别、米比山、米士玛、杜玛、玛撒、哈代、提玛、以督、拿菲斯、基底玛，这些拢是以实玛利的囝，做12族的族长。因大的庄城甲营地，拢照因的名来号。以实玛利活137岁就过身，转去伊的祖先遐，伊的后代住伫哈菲拉甲埃及东边的苏尼，要去亚述的路迄个地区，伊徛起伫伊亲族的对面。所以看起来，迄个苦难的背后，却是有上帝赐恩的旨意甲赐福的恩典。约翰伫写批互即个士梅拿教会的天使时阵，嘛安尼来提醒啦伊讲你的患难以及丧凶，其实是不有啦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约翰所传达的启示安尼讲着。你著写批互士梅拿教会的天使讲，起头的甲煞尾的死阁活，迄位安尼讲：我知你的患难甲散赤，其实你是好业。我知你有受到自称犹太人的人来诽谤，其实因毋是犹太人，是撒旦的集团。毋免惊你得要受的苦难。你看，魔鬼得要将恁中间几啊人关落监，要甲恁考验，恁受苦10日，恁着尽忠到死。我会使你活命的花冠。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话。得胜的人绝对袂受第2摆死的灾害。诗篇86篇第11节到17节，上帝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求你互我用全一的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称赞你，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你施了互我的慈爱遐尼大，有救我的性命免落阴府上深的所在。上帝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规定强暴的人孝顺我的性命，因无将你放伫眼中。主啊，你是仁爱恩典的上帝，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求你过来看我，可怜我，将你的快乐赐予你的仆人，救你的女婢的囝，求你显示恩待我的证据，
愿乎我诶人看到来见笑，因为上主你有帮助我，安慰我。感谢上帝帮助阮来诚做一个真诚实诶信徒，会当来接受甲你诶誓约，努力来实践。求主要互阮来偏离的正路，甲你同行，领受着你诶祝福。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